關於我哋今次嘅比賽咧，可能同咧過去大家經歷嘅比賽咧有少少唔同啦。其實呢個比賽係一個好輕鬆嘅比賽，佢連續5日，咁其實咧每一日咧學生上嚟咧都會咧答20條嘅題目，咁就每一套嘅題目包入面，究竟包括咗啲咩題目咧？主要咧其實咧可以分為咗做三大類型嘅。第一樣啦，就係聽力題，聽力咧都係我哋普通話能力上面咧一個好緊要嘅部分啦。咁所以咧，當中咧有10條嘅題目咧，我哋咧都係咧訓練考核學生聽力個題目。當中除咗有辨別一個聽辨嘅音節啦，入面可能會有啲聲母、韻母啊、聲調啊，以至到變調嘅一啲知識嘅能力點可以喺度考核之外咧，喺內容嘅選取上咧，我哋咧亦都咧會揀選一啲咧會同中華文化有關嘅內容啦，例如成語啦，又或者咧我哋喺一啲嘅短文入面咧，都會咧係加插咗一啲咁樣嘅元素入去個噃。而咧我哋都想強調，我哋嘅所有聆聽嘅題目咧，都係咧請真係專業嘅普通話老師過嚟錄音嘅。我哋咧就暫時唔會用 AI 嚟到去處理呢個部分啦。咁好啦，其二咧就係我哋嘅朗讀題啦。頭先咧大家都見過咧，就係我哋呢個嘅 AI 語音評測嘅系統啦。咁相同嘅一套評測系統咧，亦都咧會喺今次嘅比賽入面咧就派上用場嘅。咁我哋除咗會有一啲字詞啦，會有一啲翹口令啦，以至一啲短句啦、句子或者短文，甚至最難度最高咧就係我哋嘅古詩啦。呢度提少少水啦，咁我哋嘅古詩咧都配合咗教育局咧入面一啲積累與感興嘅提及過嘅指定篇章嘅喎。咁咧學生都可以咧喺乘機咧溫習一下咧佢哋讀過嘅一啲嘅古詩啦。咁而當中咧我哋嘅計分咧就會咧因應住咧入面內容嘅難度啦，因為我哋咧其實係分咗初小組同埋高小組，佢哋咧分別咧係作答唔同難度啦同埋長度嘅一啲嘅內容嘅。咁咧呢一點咧就唔使擔心究竟係咪初小學生會唔會好難啊，或者高小學生會唔會冇乜難度，對佢哋嚟講冇乜挑戰性啊？咁就唔會嘅。咁同埋咧，我哋嘅題目設計嘅時候咧，亦都咧會關顧多啲咧。其實除咗中華文化之外，亦都咧將一啲香港啦同埋澳門嘅一啲生活嘅元素咧，都可以放翻入去，等學生可以喺一個熟悉嘅語境入面咧，去進一步學好普通話。另外咧，我哋咧亦都有一種嘅第三類型嘅題目咧，叫判斷題喎。其實呢一種嘅題目咧，佢個數量唔係好多，但係點解我哋咧都想加設呢一種嘅類型入去咧？原因咧，我哋都係針對翻今次嘅比賽係以香港同埋澳門嘅小朋友為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強調翻咧，可能喺樂譜嘅對照上咧，有多少少嘅機會咧，可以咧俾佢咧更加留意翻入面嘅一啲嘅差異，例如我哋嘅一啲嘅用詞啦，一啲詞語嘅搭配啦，以至到可能我哋平時好少為意嘅句子嘅語法啦，其實咧都會喺呢個第三種類嘅題型嗰度咧就會顯示得到。咁可能咧，如果老師咧，你哋就會好關心，咁你哋啲題目有冇人睇過㗎？咁大家咧就可以放心，因為其實我哋成個項目咧，除咗有教育大學入面嘅普通話嘅中心嘅專家幫我哋去到審閱入面嘅題目之外咧，我哋亦都邀請咗咧就係施仲謀博士啦，亦都係一個普通話學界好知名嘅教授，就幫我哋去審閱翻入面嘅一啲題目嘅內容，而同一時間亦都會邀請一啲普通話專科嘅老師咧，作為咧我哋嘅一個嘅評估入面評價入面嘅題目嘅內容嘅。咁希望喺呢啲各個方面，無論喺題目嗰個適唔適合學生閱讀啦，以至到咧就係咧學生佢哋係咪有效咁去考核到佢哋普通話嘅一啲嘅能力啦，都希望咧我哋可以做到一個質素上嘅一個保證啦。咁最後都提一提啦，咁稍後咧喺我哋嘅網站上面咧，亦都會上載翻咧今次一個比賽嘅模擬嘅題目，可以咧等初小同埋高小你哋有教開嘅老師都睇一睇啊，究竟我嘅學生將來喺呢一個嘅 App 上邊或者呢個比賽上面會答一啲乜嘢深淺程度或者類型嘅題目咧，都可以咧俾大家一個參考㗎噃。